我哋今日靈修嘅經文係馬太福音2章13至15節。我哋首先讀呢兩個經文。他們走了以後，主的使者在夢中向約瑟顯現，說：起來，帶着孩子和他母親，逃到埃及去，留在那裡，直到我再指示你，因為希律要尋找這孩子，把他殺掉。約瑟就起來，連夜帶着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，住在那裡，直到希律死了，為的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：我從埃及召我的兒子出來。咁呢兩段嘅經文呢，就係講呢個童女瑪利亞啦，喺聖靈嗰度懷孕啦。咁約瑟咧就迎娶咗佢，就帶瑪利亞咧就翻去伯利恆。後嚟耶穌咧就喺伯利恆出世啦。咁當時嘅希律王咧就好驚，聽到耶穌出世，咁佢就好驚啊，因為喺舊約先知嗰度咧，佢知道咧呢個彌賽亞咧係會喺伯利恆出世，而全世界咧都會歸向佢嘅，但係佢又唔知佢喺邊一度啦，佢淨係知道佢喺伯利恆，咁所以佢咧就係好驚自己嘅地位咧係不保嘅，所以咧佢就命令咧就要殺戮2歲以下嘅嬰孩，就因為咁嘅緣故咧，神咧就喺約瑟嘅夢裏邊咧，就叫佢帶住耶穌同埋瑪利亞咧，就走去埃及噶。因為嗰時嘅猶太人咧，佢哋有咩災難咧，佢哋都會走去埃及噶。咁後來佢哋去咗埃及咧，就住咗一段時間，就到希律王死咗之後咧，佢哋先翻去伯利恆嘅。咁呢度咧亦都應驗咗喺舊約何西亞書11章1節嗰度講：我從埃及召我的兒子出來。即係主耶穌咧，就係從埃及咧出嚟，然後咧係擔當救贖嘅任務，為我哋被釘十字架而死嘅。咁今日靈修咧就係到呢一度啦，我哋做一個禱告。親愛嘅阿爸父，我哋都喺度感謝你、讚美你，感謝你將你嘅獨生子耶穌降生喺世上，為我哋被釘十字架而死，為我哋嘅罪而死，使我哋能夠得到永生。呢一個恩典係何其嘅偉大，我哋係何等嘅不配。求神都繼續保守呢個教會，保守我哋嘅團契，都使我哋加添我哋嘅力量，等我哋能夠去傳揚你嘅福音，使我哋能夠喺呢個世上邊做鹽做光，活出信仰，做一個好嘅見證，亦都繼續為我哋團契當中有病痛嘅、有難處嘅兄弟姊妹而祈禱，求神都俾佢哋平安喜樂，能夠從你而嚟得到平安。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，阿們。